受到这家己大埔大地洞和地洞尾影响，这台南剧院的文化大楼一楼的这个条案呢是受损真严重，互鉴定做是危楼。台南市政府派人去做结果补强，今下晡开放受灾户登去款行李。那今仔日早起呢，这家己台南又完售地洞尾，学者是认为讲这地洞尾有减弱，也讲这规模5以上的地洞尾几率有变较细啊。里里规工班的人拢真无闲，加大更牛规个拆开，先加公务大楼建起来，避免这地洞尾搁再加大楼结果毁损。结构性补强的部分把它完成，交给那个市政府他们那边做后续的一些补救加强的措施啊。台南国际文化大楼受到2月家己大埔强烈地震甲摇烧，地震尾影响1楼的条啊拢壁开受损，风导着开楼的红单。伊有多数住户撤离时根本袂赴提行李，经过工班人员连续2天结果补强，以前也是安置在外受灾户日下晡转来大楼要款行李。想到这过年有厝才无法度转去，民众是愈想愈艰苦。不要再问下去。好像是要寄人篱下了。转来厝内壁拢闭起啊，家具是东倒西歪，烦恼住户安全，市府限制每一户等去坐10分钟。有人赶紧赶大包细包，也有人甲饲的鸟狗动物赶紧甲救出来。我先进去就先找他，他真的在衣橱里面。嘉义台南一直有地震尾，同样集中伫台南南西、南化区，部分出现伫嘉义大埔、甲阿里山乡。一直到下晡4点进前，台南南化、甲南西原继续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，互周边民众惊惊灾情愈来愈大。这些地震呢，大概都发生在这个靠近山区的地方哦。大埔地震期间呢，已经造成了一些落石或者是一些这个路面损毁的状况，要注意到这个落石可能会砸下来的一些现象。学者认为，这摆强烈地震也受到部分去年花莲大地震引力影响，不过观察到地震尾发生的情形已经有愈来愈少的情形，虽然也无都排除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，不过机会已经变较小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